各位弟兄姊妹，好開心喺呢個雞毛書比集裏邊又同大家見面，一齊學習。今日想同大家學習嘅咧係一句經文：如鷹返老還童。嗱，呢句經文咧係出自詩篇103篇第5節嘅，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呢句經文令我感到困惑嘅地方咧，係如鷹返老還童呢幾個字。鷹真係會返老還童咩？大概50-60年前嗰陣時，的確係有一種講法，話老鷹喺40歲嘅時候咧，會經歷一次痛苦艱難嘅過程，包括咧係匿埋喺高崖嘅山洞裏邊，佢咧係磨咗佢嘅腳，拔咗佢個爪嗰啲指甲啦，同埋咧係脫去啲羽毛。咁咧就會獲得重生啊！呢種講法喺當時咧係廣泛被引用過嘅。嗰陣時我信主冇幾耐，對於呢種講法就半信半疑啦。但係當時我唔知道查經係一件乜嘢事，只不過覺得根據我對生物學嘅認識咧，老鷹嘅腳同埋啲爪係佢生存嘅關鍵器官嚟噶嘛，一旦失去，老鷹應該好難生存噶喎。當時我對呢個疑問並冇深究，結果咧就不了了之啦。最近偶然諗起呢句經文，好想將呢個塵封幾十年嘅問題同大家一齊學習。首先我哋睇睇古代近東文化嘅背景。鷹喺希伯來文化當中咧，係時時象徵力量、活力同埋神聖護佑。出埃及記19章4節，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又好似以賽亞書40章31節，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色列人可能係借用鷹呢個意象嚟到強調神超越自然嘅力量。鷹嘅更新呢，唔係指生物學上嘅現象，而係指神介入人嘅大能。好似申命記32章11到12節，又如鷹攪動巢窩，在雛鷹以上兩翅搧展，接取雛鷹，背在兩翼之上，這樣耶和華獨自引導他，並無外邦神與他同在。我哋中國文化咧都有類似嘅講法嘅，例如我哋慣用龍、虎嚟到象徵力量同埋活力，好似
龍騰虎躍啊，龍爭虎鬥，卧虎藏龍啊等等。不過咧，我哋就唔限於龍同虎噶喎，其他動物同埋猛禽都有噶。例如我哋講龍馬精神嘅馬啦，中國咧有一個導彈系列啊，叫做鷹擊，其中鷹擊21咧，更係被視為航母殺手嘅。呢個系列嘅鷹就係用嚟表達力量同埋活力嘅意思啦。至於魚鷹返老還童呢種說法咧，我查過一啲資料，呢個解釋咧係最早咧見於中世紀猶太釋經家 Rashi， 好出名嘅猶太嘅釋經家，佢引用民間嘅觀察，個觀察係咩咧？鷹年老的時候，羽毛會脫落，啄面鈍，就飛向太陽，燒去舊羽，啄擊岩石，磨啄，得到更新。近代嘅釋經書好似冰道爾舊約注釋咧，都沿用呢個嘅傳統講法嘅。不過我哋要注意，呢個係一種將自然觀察作出文學化嘅處理，而唔係咧嚴格嘅科學描述嚟嘅。鷹好似禿鷹咧，確實係會定期換羽毛嘅，通常每年都會更換一部分，並唔係一次性嘅脫落，並且咧係冇所謂撞岩磨啄呢種咁嘅行為。呢個講法係將民間嘅觀察同埋咧生物學嘅現況係混淆咗啦。嗱，我哋中國民間咧都有一個講法係物必先腐而後重生，但係我哋而家知道食物係受咗細菌感染先至腐敗嘅。呢個就係民間觀察同埋生物實況混淆嘅另一個例子啦。喺生物學嘅資料嚟睇咧，鷹係會換羽毛嘅，呢種英文咧就叫做 molting， M-O-L-T-I-N-G。 鷹嘅羽毛係會逐步更新，係用嚟維持佢飛行嘅能力，不過過程係好慢嘅，需要幾個月，而且咧係完全同返老還童咧冇關係。講到鷹嘅壽命同埋活力，野生嘅鷹咧平均壽命不過係20年啫，並冇證據證明鷹嘅生理機能係會逆齡恢復嘅。所以呢句經文魚鷹返老還童係比喻神賜俾人如鷹一般嘅生命力，而唔係咧描述生物真實嘅生理狀態嘅。所以呢啲釋經書提到老鷹會定期更換羽毛，用呢個過程嚟到象徵生命嘅更新。但係從生物學嘅角度嚟睇，呢種講法唔係完全正確嘅。實際上，老鷹換羽毛係一種自然嘅漸進嘅過程，通常係發生喺每年嘅特定季節，並唔係好似呢啲勵志故事裏面所描述嘅一樣，需要經歷艱難啊、痛苦嘅重生嘅。而家我哋用並列經文查下聖經唔同版本對呢一句經文嘅演繹，
我呢係用啟創嘅聖經工具查考咗中文聖經嘅現代中文、呂振中當代聖經同埋新譯本，仲有英文譯本嘅 Jewish Study Bible、Basic English Bible、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同埋呢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再加上呢簡明聖經同埋 The Message 呢兩本比較新嘅中英文版本。而家我將唔同演繹嘅經文分列喺下邊。現代中文，他使用美物來滿足我，使我青春常駐，壯健如鷹。呂振中呢就咁譯嘅，他用美物滿足你的心願，以致你如鷹，恢復青春的活力。當代聖經呢，他使我的生命充滿美好的事物，使我恢復青春，如鷹一般更新有勁。新譯本，他以福樂使你的心願滿足，以致你好像鷹一般恢復青春的活力。簡明聖經，他用美好的東西使我的心滿足，使我的青春好像老鷹那樣再度恢復。英文啦 ，KSB He satisfies you with good things in the prime of life, so that your youth is renewed like the eagles. BBE Who satisfies your years with good things, so that your youth is renewed like the eagle.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ASV Who satisfies your desires with good things, so that your youth is renewed like the eagles. NASB Who satisfies your years with good things, so that your youth is renewed like the eagle. NIV Who satisfies your desires with good things, so that your youth is renewed like the eagles. The Message He wraps you in goodness, beauty eternal. He renews your youth, You are always young in His presence. 喺上面列出嘅中文聖經當中呢，除咗現代中文之外，全部都提到如鷹、恢復、青春活力呢啲咁嘅詞語嘅。現代中文呢，雖然間有提到如鷹，但係佢只係講青春常駐、壯健，係冇講到恢復嘅。我認為咁嘅講法係有別於如鷹返老還童重生嘅講法。至於英文聖經呢，情況同中文聖經差不多，除咗 The Message 之外呢，全部都係譯 Your youth is renewed like the eagles. The Message 雖然間都有提到 He renews your youth， 但係佢對呢句說話嘅解釋呢，係話 You are always young in His presence， 而且呢，佢完全冇提到如鷹嘅。我認為 The Message 嘅譯法係好多意譯，亦都係間接否定咗如鷹返老還童同重生嘅講法啦。而家我想同大家傾傾我嘅學習，對上文嘅學習，我哋查考聖經都知道上下文嘅重要性啊。而家就等我哋睇睇如鷹返老還童嘅上文，詩篇1到5節。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
也要稱頌他的聖名。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喺呢啲上文嘅經文裏邊，我哋喺度經文嘅重點係喺神嘅恩典。如鷹返老還童呢個比喻係一種象徵性嘅表達嚟嘅，而唔係咧對生物學現象嘅描述。佢強調嘅係上帝嘅恩典同能力，能夠係使人嘅生命得到更新同埋恢復。屬靈嘅更新，上帝通過赦免罪孽、醫治疾病、賜人仁愛同埋慈悲，使到人嘅心靈同埋生命得以恢復。我哋可以參考下以賽亞書40章31節，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第二個學習係活力嘅恢復，如同老鷹喺換羽毛之後重新獲得飛行能力一樣，人都可以喺上帝嘅恩典中重新獲得活力同埋希望嘅。屬靈生命嘅持續更換舊我，就好似鷹換羽毛，透過悔改、敬拜同埋聖靈嘅更新，我哋活出基督裏嘅新生。哥林多後書5章17節有講，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屬靈功課嘅意義喺屬靈嘅角度嚟睇，老鷹返老還童可以係理解為一種屬靈嘅復興嘅過程。拔掉羽毛啦，就係象徵放下過去嘅罪同埋包袱；換羽成長咧，就象徵通過上帝嘅恩典同救贖，我哋獲得新生命。恢復活力咧，就係喺上帝嘅恩典當中，我哋重新獲得力量同埋喜樂。最後，我想同大家作一個總結。綜合嚟講，如鷹返老還童應該理解係一種象徵性嘅表達，而唔係對老鷹實際生活嘅描述。呢一個比喻嘅核心係強調上帝嘅恩典同能力，能夠使人嘅生命得到更新恢復。喺呢一次嘅雞毛蒜皮集裏邊，我學習到有兩點好重要嘅信息：尊重文本嘅文學性。聖經嘅作者時時用當代文化嘅素材去傳遞真理，我哋冇必要用現代科學標準去批評佢哋觀察嘅細節。嗱，好似耶穌咪用芥菜種比喻信心，我哋現代人當然知道芥菜種唔係植物學裏面最細嘅種子啦，但係芥菜種嘅細小咧，喺當時係符合嗰個時代人嘅認知噶嘛。第二樣就係叫我哋聚焦屬靈嘅信息啊。
而益返老還童嘅真正核心係咩咧？係神嘅恩典會使人生命不斷更新。無論釋經書更換羽毛嘅說法係唔係合乎科學，喺信仰嘅角度嚟睇，重點卻係喺我哋是否經歷過心意更新而變化。羅馬書12章2節，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的旨意。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到此為止啦，但願我哋彼此學習，喺靈裏長進。阿門。